移民之苦，要收緊移民政策前，可否先看看香港人真的做得到嗎？咁咧最近咧阿元啦就睇到一篇文章，就係講緊話民進黨嘅立法委員啦，咁有18個人啦就提案啦，就希望去修改呢一個香港人移民台灣嘅政策啦。咁佢入邊咧有提到，咁啊建議而家嘅港澳條例第12條嘅規定啦，就關於呢一個港澳人士居留同定居嘅規定咧，比照呢一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嘅第17條。同時啦，亦都建議香港人如果要申請中華民國嘅國籍嘅時候啦，需要放棄 BNO 或者係特區護照嘅。咁其實阿元啦覺得收緊移民政策呢樣嘢咧，都唔係一個大嘅問題嚟嘅，但係咧阿元覺得咧有幾樣嘢咧必須要係搞清楚咧，呢一個收緊咧先至係有意義嘅。咁啊第一點啦，其實講到話而家港澳條例第12條嘅規定要比照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17條，即係講緊話香港人啦，依家要有長期居留啦，先至可以攞到定居證。呢一個部分咧，阿元咧就意見咧就比較少嘅，咁但係咧比較大嘅問題咧，其實就係喺後面，因為咧佢而家咧就係講緊話，如果港澳人士要申請中華民國國籍嘅時候啦，需要放棄 BNO 或者係特區護照。咁其實佢有兩點嘅，咁第一啦，香港人其實係冇辦法放棄香港人嘅國籍嘅。根據呢一個中華民國共和國嘅國籍法，香港人要退出國籍啦，咁啊要依佢嘅第10條、第11條同第12條嘅規定嚟做。咁啊佢嘅條件就係第一，你係外國人嘅親屬；第二啦，你係定居喺外國；咁第三啦就係其他嘅正當嘅理由嘅。咁因為中共政府咧其實係唔當台灣係外國啊嘛，既然唔當台灣係一個外國嘅話，咁香港人要入籍台灣，其實佢係冇辦法放棄佢本身嘅國籍嘅。咁香港人同時其實佢都唔識用大陸嘅戶籍制度，咁香港本身佢都冇戶籍制度，咁香港人咧亦都冇戶籍嘅，所以亦都冇話用戶籍咧代替呢一個國籍嘅一說嘅。所以如果要香港人放棄國籍咧，要移民台灣咧，其實係冇辦法做到嘅。咁再嚟啦，阿元比較強調第二個點就係放棄 BNO 同埋放棄呢一個特區護照嘅問題。咁其實對於特區護照咧，阿元嘅意見咧都係唔大嘅，比較有問題咧，其實就係 BNO， 因為 BNO 咧其實係英國治理香港嘅時候啦，為香港出世嘅香港人去發出嘅一個英國嘅護照。咁當然啦，當時嘅人可以申請特區護照或者申請 BNO， 佢可以做選擇，或者係兩本都申請嘅，都係可以嘅。咁但係呢一個護照咧，喺1997年嘅7月1號以後啦，已經係冇再發行嘅。咁如果呢18個委員係覺得係洗緊人口嘅話啦，咁點解要將 BNO 納入考量呢？英國政府啦為咗吸引香港嘅移民啦，而去制定 BNO Visa 嘅政策啦，亦都有將 BNO 同埋特區護照嘅人咧作區分嘅。咁咧其實佢呢個方法咧已經係防堵咗洗人口呢一個問題。呢18個委員嘅提案啦，咁啊其實一竹竿打死晒所有嘅香港人，包括呢一啲 BNO 嘅持有者。阿元就覺得係有啲濫殺無辜嘅，畢竟持有 BNO 嘅人士啊，就算佢有兩本護照，當初啦其實佢都係用腳投票嘅，都係覺得佢對中共嘅政府唔認同咧，先至會申請嘅，或者係佢屋企人咧唔認同中共政府咧，先至會幫佢申請嘅。咁如果你話香港已經俾中共咧洗緊人口啦，確實香港俾中共政府洗人口咧，已經係行之有年嘅事實。但係移民政策嘅本質係區分真香港人，咁持有 BNO 喺香港土生土長嘅人都係屬於一個真香港人嘅證據。咁反而你話你想係對呢一個大陸出世嘅香港人要實行比較嚴格嘅審查咧，我覺得係咁樣先係算得上係公平。如果咁樣做係覺得有問題嘅話，咁亦都要區分出呢個 BNO 同埋特區護照嘅待遇咯。咁最後啦，其實阿元啦到而家咧都係未攞到身份證嘅。我對呢個定居嘅政策啦，咁啊收緊啦，其實我都覺得好遺憾，因為阿元2014年嚟到台灣嘅時候啦，其實佢冇相對咁多嘅規定嘅，咁就反而到而家我就嚟要申請呢一個定居證、申請身份證嘅時候啦，就感到困難重重。但係咧，我都好尊重呢一個台灣政府嘅政策嚟。我覺得喺制定政策嘅時候啦，呢啲立法委員啦，其實應該要考慮更多嘅實際情況。但係老實講句，民進黨嘅立法委員可能佢呢一世都喺台灣，佢根本冇試過移民其他國家，或者係喺其他地方，或者佢冇房產，或者係佢冇感受過移民之苦。所以佢哋喺制定政策嘅時候啦，以為咁樣做啦係冇問題，但其實個問題咧係非常之多。淨係香港人要放棄香港人嘅國籍呢一樣嘢，已經搞死好多香港人。同埋你叫香港人放棄 BNO 先可以入籍台灣，但係 BNO 一放棄咗，你就冇得再申請翻噶啦。如果係咁樣嘅話，點解你唔俾呢啲 BNO 嘅人係比照係外國人，當佢哋係英國人，俾佢哋申請永居呢？喂，其實永居我都 OK 嘅，我可以唔要身份證，但係你可以俾翻個永居我覺得咁樣呢都係叫做合理咯。